喂，怎么得学的？啊，看了呗月，卡上群的突出了几类轻松，可是读着背给不轻松，其他就给不了轻松俺这新修来，啊，谁看的来？出国学生啊，出国度假休学生，啊嘞，看得起的出国学生，你出国你搞了了，你个呢？俺空了修烂中，啊嘞，看得起的你过不得？他跟我说，你搞了了，你中介，哪个的就咱们的程度，可马上查了，天天看得起，可木头的真的切的多，俺你俺吃不啥送，你可占的天的积蓄，谁大大的，没得多了，呀，估计东西我了吧？你真的什么送，可绕的东国什么送，你搞了的东主没多。啊嘞，人家没答应的嘞，现在你下一门都要不是动物生存，啊嘞，啊你，他的观念都给这些有呗？没谈到让你超过了个些没，可要我们都啊嘞，还有嘛的，常常等着用的人。谈到你可了空的谁们都，怎么看你个些这这，其他人也不去那个这学堂，之前呢也不吃个这，呀，突兀，听看到你们都个些然后白给不出，去年都给这些呢，图书馆的是最没好过嘛送，我那看到了长么些张，什么都是一查送，俺样白给不穷送，呀，突兀。